事已至此，已无退路可走了。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那么，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。大人是说，他不死，我就得死。哼，我是不会让他活着离开山阳县的。这些年啊，朕看过不少《治皇方略》，这一份是最好的。看来你这次下去颇费了一番心思，功效不小啊。臣不敢冒功。这个《治河方略》本是南河副都戴君元与管河道徐端共同拟就，臣不过是代为转呈皇上而已。哦。看来这个徐端还是个肯尽心为朝廷办差的人。皇上也知道徐端？略有耳闻。这个徐端多年以来一直在河都府供职，他走遍了黄河大堤，对黄河了如指掌，是个难得的治河人才。他的夫人当年还曾在宫里当过差，侍奉过皇上皇后。哦，叫什么名字？她叫纳兰。君亨啊，臣在。这个《治皇方略》啊，要尽快实施，以尽早发挥功效。可是这个治河方略已经被治河大臣铁保和南河总督吴敬断然否决了。即使皇上再颁旨实施，恐怕到了他们手里也难免要打些折扣。臣担心，万一走了样，就很难再发挥它的功效了。那朕就把这个差事交给你，从今天起，由你总理各治河工程。各河道总督据听你的调遣，尽快实施这个方略。臣遵旨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水灾啊，是朕多年以来的心头之患。你一定要把治河工程搞好。臣不敢辜负圣恩。
婉儿，皇上，戴启亨的话，你都听见了？皇上，臣妾有罪。这么多年了，你心里头还……不，皇上，臣妾心里只有皇上您一人。只是冠儿始终都不明白，当初究竟是出了什么事儿，徐端竟娶了我的金兰姐妹纳兰。好多往事就涌上心头，所以才一时失控，请皇上恕罪。事已至此，即便弄清楚这些事儿，又有何益处呢？如今早已物是人非，你身为贵妃，他们也已是恩爱夫妻，又何必自寻烦恼呢？还是不要打搅他们的好。起来吧。戴大人，你有何事？安妃听说大人即将河都府赴任，今天要来避辞，所以特地写了一封信，请您带给徐夫人纳兰。哦，既然是安妃的嘱托，戴某自然是要从命了。信在这里，请戴大人收好。啊，告辞。看来河都府果然对这个治河方略有异议。圣旨一下，南河总督吴敬就称病告假了，说什么耳疾未愈。哼，依朕看，他是脑子有毛病。朕已经准了，少了一块绊脚石，你正好可以放开手脚。谢皇上，臣一定竭尽全力治理水患。臣这就请辞，前往河都府赴任。慢着，慢着，慢着。是不是有人托你带了封信给纳兰呢？啊，是皇上。把它交给朕。此事不必让别人知道。臣遵命。臣就辞行了，皇上。朕还有一件事要问你。新科探花李玉昌在山阳县自缢一事，你知道吗？臣还不知此事。可惜呀，可惜。你与他打过交道？启禀皇上，李玉昌去山阳查镇之前，曾到河都府向臣辞行。谦恭有礼，一身的正气，忠君报国之志溢于言表。臣以为他日后定有一番大作为，不想数日之内竟生此巨变。可惜呀，可惜。是位难得的才俊，殿试的时候，朕对他印象颇深。正值大展宏图之际，他何以突然弃世而去呢？此事蹊跷啊！皇上，臣记得李玉昌在向臣辞行之时，臣见他心清如水，涉世未深，故而勉励他一定要洁身自爱，千万不可与他人同流合污。难道这些话竟成了害他之语了吗？你的话何过之有啊？若是因查镇一事导致李玉昌殒命，那这就是一桩奇冤了。这件事儿，朕要亲自过问。
启禀皇上，前面有几个人拦驾喊冤。皇上为民做主，冤枉啊！皇上，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冤枉！德林，这才去把状子呈上来。这，皇上，冤枉啊！快把状子呈上来。皇上，冤枉啊！皇上。李玉昌，果然有蹊跷。德林，奴才在。立刻把江苏巡抚汪日章的那份奏折找出来。这，谢皇上给我做主啊！做主啊！谢皇上，谢皇上啊！谢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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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堂堂一个新科探花，正是春风得意、踌躇满志之时，刚刚上任就上吊自缢，于情理不通啊！必有冤情。王日章竟看不出任何可疑之处，实属草率。这个案子务必一查到底。周廷诺，臣在。这个案子由你来办，人命关天呐，务必细心查究。臣领命。王熙啊，这个案子你也要过问。这，你都是你干的好事，把我也给牵扯进去了。这下可好啊，李太清告准了御状，皇上已经派人来彻查此事。搞不好，连我也要掉脑袋的。大人救命啊！下官也是为了大家好才做此事啊！从上到下，灾区的哪一级官吏也没有冒领赈款。这事儿一旦给李玉昌捅出去，遭殃的可不止我一个呀！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啊！事已至此，大人再骂也无济于事。眼下还是尽快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要紧呐！起来呀！一起想想办法。我又不是诸葛亮。事到如今，只能硬着头皮，一口咬定李玉昌是自缢而亡。是，绝不能改口。第一要紧的是，马上把从上到下所有的官吏都打点好，只要他们愿意替你遮掩，跟你说话，事情就有一半的把握了。是，下官马上拿出10万两银子去打点。这个案子还不能办得太容易了。把涉案官吏都一棍子打死，谁还来求你？谁还来给你送银子？先要抓住他们的把柄，让他们人人自危。为了自保，他们自会想方设法脱门子。到了那个时候，这盘棋就走活了。广大人，您真是诸葛孔明在世啊！下官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不过广大人，这事儿您也要多多过问呐，这可是皇上的意思。这么重要的案子，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钦此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李玉昌的案子一出来，我就知道是个祸端。我躲得越远也好，躲得远远的看着，生怕引火烧身，结果还是没有躲掉。大人不必焦虑，眼下还有一招棋可走，虽然不能完全免祸，至少可以减祸。先生请讲。装糊涂。此话怎讲？知而不报，罪与同案无疑；不知而不报，最多是个失察之罪。此案案发在大人辖下，绝无可能完全摆脱干系，只好
承担一个最轻的罪名——失察。这个案子我可怎么查？奏章又可怎么写？大人千万不可自己去查，否则你就套进去了。你可以指使巡抚汪日章大人去查，您的奏章只转述他查案的结果，而且一定要让皇上明白，您只是转述。如此一来，不管他查出什么结果，都与大人你没有太多的干系。就这么办。看完了，王大人。看完了。这个李玉昌是怎么死的？此案怎么惊动了皇上？铁大人，这个案子一开始是那个淮安知府王顾呈报上来的，下官也没太在意，就按他的原意上奏了，并不知道此案的背后还有什么隐情。后来听说李太清拦驾喊冤告了御状，心下就生出很多的疑问，还未来得及及时查究，这圣旨就下来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能再耽搁时间了。你尽快把事情办好，我好有个回奏，向皇上有个交代。万一皇上龙颜大怒，问我一个玩忽职守罪，那可就不妙了。铁大人言而及时，下官一块尽快查明真情，向大人禀报。好，那我就告辞了。送铁大人。告辞。不送。好。快，立刻调匹快马，速召淮安知府王顾来见我。快！是。你跟我说实话，李玉昌到底是不是自尽身亡？大人，其实是又如何，不是又如何，这都无关紧要了。王大人，大人给皇上的折子已经说明李玉昌是自缢而亡，难道还能改口吗？王姑啊，你害我不浅，你还有那个王申汉，蠢材一个，蠢材呀！下官有罪。现在决计不能再改口了，而且要确保所有的涉案人员都不能改口。你要尽早安排，务使滴水不漏，万无一失啊！是，大人放心，这个下官早已经安排妥当，该打点的都已经打点了，该叮嘱的也反复叮嘱过多少次了，估计应该不会有什么纰漏了。总督大人还等着我的调查呢，横祸呀！一切如先生所料，那王日章果然不敢改口。他是进退维谷，只能如此了。那我就可以举此上奏喽。先写几句。李玉昌一案尚未端倪，毫无头绪，然后再转述汪日章这个条陈。那皇上该骂我糊涂喽。求之不得呀！你呀，这个铁宝啊，纯属敷衍色泽。仅从案牍，朕就能推断出此案的大致情形。大略是李玉昌查镇，查出弊端，山阳知县恐其接报就杀人灭口，铁宝竟对辖下要案茫然不知，真是昏庸糊涂之极。皇上，臣多日来反复推究案情，
认为李太清诉状中称李玉昌系中毒而死这一节较为可信。若能得到验证，其一对疑点就能迎刃而解，疑犯也再难狡辩，必然低头认罪伏法。而在眼下，要拿到铁证，办法只有一个，就是开棺验尸。皇上，周大人所言极是，必须尽快验尸取证。那就这么办吧。周廷栋，你立刻动身赶往山阳县，即日开棺验尸。臣遵旨。不过，还有什么事儿？说。此案案情重大，以臣一人之力，恐怕难以胜任。广大人精于案牍，擅长刑名，可否请皇上恩准一同前往，主理其事？这样也好，朕准了。广兴啊，你就和周廷栋一块走一趟吧。奴才遵旨。谢皇上。启禀大人，死者身上腹内未见异常。你说什么？他不是死于中毒？大人，小人并未发现毒物。对，这仵作显然是被买通了。这王申汉肯定把上上下下都给买通了。这下官怎么就没有察觉呢？哎呀，这帮蠢材，没有一个明细的。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不先想着消财免灾，竟然想到往我眼睛里揉沙子。看来我不动点真格的，他们就不知道我广兴到底是谁。看来这次我们是必须要开杀戒了。周大人，你立刻派2匹快马连夜回京，把刑部的仵作请来。下官这就去办。等着瞧吧，明天就会有一场好戏看了。不错，果然是好场啊！汪大人，今天怎么突然想起请我喝茶了？是不是有图客的意思呀？岂敢岂敢呀！江属各级下属巴不得2位大人多留几日呢嘛。对，广大人、周大人能在这多盘桓几日，那是我们江苏，是我们淮安的荣幸啊，更是我们山阳的荣幸啊！是啊，那当然好了，就怕各位心里不是这么想的。大人不是那样，不是那样，广大人说笑了，说笑了。不过嘛，大伙儿盼着早点结案，这倒是不假。这个案子闹得沸沸扬扬，在民间更有不少的谣言和传说，也该歇歇。再说呢，当时的官吏早已心力交瘁，也该解脱了嘛。对，汪大人此言，体恤之至啊。周大人，那这么说，如果我们今天不结案，就算不体恤了啊？大人，广大人，下官不是那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不管你们是不是这个意思，这案子今天就结。太好了！不过，不是在这个地方结，要换个地方结。去哪结？周大人。报！启禀中堂大人，刑部仵作到了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这。各位大人，请吧，我们现在就去结案。去哪结案呢？还能去哪儿？当然是去李玉昌的墓地了。广大人、周大人，小的已经查明，死者是死于砒霜中毒。
狗奴才，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？想不想活命了？快招！小的，王大人，你救救我吧！王大人，救救我吧！你这是自作自受！王大人，本官也救不了你。小的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做的。胡说八道！本官何时吩咐过你？你血口喷人！王大人，你不能把小的往死路上推呀！王大人，王知县，王大人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可狡辩的呢？啊！王大人，您不要替他血口喷人，下官没让他这么做，都是他自己干的，不关下官的事啊！把长随李祥带上来。哼！王大人，小人全都招了。王大人，都是你把小人给害了。王大人，救救小人吧！你们一定要救救小人的！王大人，把这几个人犯先押下去。王大人，走！王大人，王大人，救救小人吧！救救小人吧！王大人。周大人，李玉昌的死因虽然查清楚了，可是这个案子好像一时还结不了啊。是啊，我们必须对这几个人犯严加审讯，务必把他们的同伙全部给查出来。王日章、王谷他们今天晚上肯定是睡不着了。哼，都是他们自找的。早点明白过来，何至于此啊？逼着我走这步棋，那可怪不得我了。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走啊？隐而不发，先慎着他们，等他们心里越来越虚、越来越慌的时候，就自然会有人主动的上门送银子。妙，妙！那个广兴隐而不发，弄得江苏省大小官吏人人自危。哼，这个鬼抓虎还真有些手段。此公一直都是雁过拔毛，虽然看上去大人好像与本案没了瓜葛，可是这鬼抓虎恐怕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还真得提防着他点儿。戴渠亨是皇上面前的红人，只要他肯替我说话，那个广兴也奈何不了我。与戴渠亨修好，对大人有益无害，着实是一步好棋。到明年汛期到来之前，整个治河工程就可以彻底完工了，两岸百姓就可以免受洪涝之灾了。不过工程款不能按时划拨，无法保证工程啊。如果这工程款还不到位的话，后天这河医们就要饿肚子了。是，总督大人那儿还希望戴大人去催一催呢。这治河工程款本来就是专款专用，只需在总督衙门过一道手续而已，怎么会这么麻烦？铁大人倒是暗示过，只要给他一点好处，他就不再为难。这些个官吏们，只要手里头有一丁点权力，就要作为敛财的工具。这笔治河款事关工程的成败，绝不能让他们中饱私囊。假如这个铁宝再不顾全大局，一意孤行，我就在皇上面前参他一本。哎呀，二位戴大人、徐大人，三位辛苦了。铁大人今儿怎么这么闲在，到工地上来了？请坐。好。说起来惭愧，身为两江总督治河大臣，
治河工程是我的职责，治河工地，我是很少上这儿来。哼，实在是因为公务缠身，身不由己呀。哦，多亏有你二位大人在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样，工程进展如何？有什么具体困难吗？总督大人，如果按现在的进度来说，在明年汛期之前就可以完工。好，好。可是眼看工程实难进展呐。那是为什么？每一笔工程款都没有按时划拨，铁大人，后天这些河艺们可就要断顿挨饿啊。哦，竟有这事吗？哦，我回去立刻督办，明天款就到。治河工程是百年大计，我会全力付支持的。二位大人，以后河工上的事，我铁卯是责无旁贷。铁大人，你今天来到工地，不单单是为了工程的事儿吧？戴大人真是聪慧过人，那我就不绕圈子了。广中堂和周挺栋来山阳查办李玉昌命案之前，知会过戴大人吗？广中堂来山阳查办李玉昌命案，你真的不知道？哼！自从我从山东回来以后，就一直在工地上督办河工，心无旁骛，对朝廷里的事儿知之甚少。这点铁大人应该清楚啊。我原以为广中堂广大人绕过我一个人，原来连戴大人也绕过去了。广中堂查办此案有什么进展没有？已经破案。结果是什么？山阳知县王申汉投毒谋害，简直是穷凶极恶。王申汉该上。奇怪的是，广中堂把王申汉押起来以后，既不审讯又不结案，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？弄得江苏省大小官吏人心惶惶，人人自危。哦，当然了，此事与我无干系。我想听听戴大人的看法。既然戴大人对此一无所知，那也就只好作罢了。铁大人，请。大人，留步。不错。戴大人，如果这个工程款您及时的到位，那明年这个时候就可以竣工了。总督大人，怎么突然热心起工程来？热心的简直都不让人相信呢。哼，事出有因嘛。这次广中堂自己恐怕也没想到，他竟无意中帮了我的大忙。广中堂，他不是在查办李玉昌的命案吗？有时间我也要去查一查这个案子。大人的意思，你也要查这个案子？哎，地方官吏诚心为难，河工的事儿都忙不过来，这个案子您还管它干嘛呀？因为有人想借办这个案子的机会，把手伸到江宁来。这件事儿不比河工的事儿小，我绝不能坐视不管。广大人，您的隐而不发果真奏效啊！不到2天的时间，送上来的银子已经10多万两了。哼，这算什么？大鱼还没有露面呢。中堂大人、周大人，江苏巡抚汪大人派人来迎接2位大人去江宁，这是汪大人的帖子。知道了，让他们候着吧。是。这汪日章还算是懂事儿啊。哎，广大人，他是不是也算是您说的一条大鱼呀？
当然是了。可眼下，江宁还没有一个人能替我办事儿的。这次去看，如果这个人机灵的话，马上把他收在麾下。那不就是一举两得了？好，好，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哪得几回闻？好戏，好戏呀！啊，好戏呀！王大人，这是好雅致啊！哎呦，哪里哪里，下官只是附庸风雅，广中堂才是行家啊！广中堂啊，李玉昌一案，下官本不该多问，可毕竟案发于本官辖下，总有些挂心。此案查到哪一步了？可否请中堂透露一二啊？在这种场合，你我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？至于案子嘛，现在很棘手啊。您以为呢，周大人？王大人，不瞒您说呀，的确是棘手的很呐。此案案情重大，皇上已经开始追究了。这案子审查起来，它的分寸可就很难把握了。这案子要查浅了，皇上他不会满意的；可真是要查深了，哼，江苏全省大小官吏，恐怕没几个人能脱得了干系，必将大祸临头啊！哼，您说，广大人和我是于心何忍呢？所以这李玉昌的案子死因是调查出来了。可是广大人和我是既不敢审案，他又不敢结案呐。王大人，这个案子使皇上龙颜大怒，此怒非同小可。杀了一个王申汉，恐怕还不能平息下去啊！哎呀，广中堂，这个案子当初并没有这么复杂，都是淮安知府王谷包庇王申汉，把事情弄得越来越大。王谷的罪过也不小啊。可是王谷的官太小了，当今圣上亲政以来，一直致力于整治吏治，贪官买凶杀人，害死了清官，而且还是清点的新科探花，杀了一个区区的淮安知府，怎么能平息皇上的雷霆之怒呢？哎呀，若这二位大人设法能平息皇上雷霆之怒，下官愿尽江苏全省之力呀！王大人言重了，在皇上面前，我和周大人自然会为汪大人开脱的。是啊，不过是否能如愿，这就不好说呀。
广中堂，这是100万两银票，请2位大人笑纳。周大人，您说说看，我要是在皇上面前替王大人说话，这皇上能听得进去吗？当然听得进去了。广中堂现在是皇上身边最信任的大臣，皇上面前没人的话比广中堂更有分量啊！对。那这么说，我替汪大人消灾是责无旁贷了啊！责无旁贷。多谢2位大人，多谢中堂。中堂大人还有雅兴看戏吗？当然了，这么好的戏当然要看了。这是您家人给你送的午饭，吃吧。陈州，我王申翰以前没有亏待过你，如今落难至此，求你一定给我帮一个忙，求你了。你说吧，看我帮不帮得上。求你给淮安知府王大人带个信儿，请他一定想办法来救我。你告诉他，如果我被判了死罪，那我就把什么都说出来，他也难逃一死。求你务必把信儿带到，我答应家里给你10两银子。